小兰今天没来上班，她叫我来帮她上班。你们知道怎么卡吗？不知道的，今天这个视频我来带大家卡。首先打开超燃英雄角色主页，然后自己选自己想卡的角色，我随便选了一个，然后点换皮肤的页面，点自己想换的，然后长按，记得别松手，然后点自己想卡的角色。看到这样就说明卡成功了，如果卡失败也没关系，多试几次，然后点试完就成功了，这样可以玩了。但我不知道玩公开的卡不卡得到，所以官方没发现时快点去试试玩吧。本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 bug 好玩的话，点个喜欢和订阅吧。